今天收到了粉絲郵寄過來的車鑰匙，閘門來看一下，是一把這個大眾的摺疊款老款車，來改成新款的液晶鑰匙。簡單測試一下遙控信號，按鍵信號是沒有反應的。直接來開拆鑰匙的外殼，看一下裏面是不是沒電了。把裏面的芯片拿下來就可以。它這個鑰匙是沒有帶電子的，所以就沒反應，很正常。遇到鑰匙沒電的也是可以正常升級的。升級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給你鑰匙裏面這個小小芯片進行焊接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自己動手操作。我們改好的鑰匙，你收到貨直接可以使用的。看一下我們這位改裝的是一款比較精緻小巧的外觀，把芯片給它安裝上去，墊好海綿，然後再蓋上一個後蓋。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整體的效果，非常不一樣。它改好了之後，有升級的一個液晶屏，可以看時間，也可以看日期，有一個大眾的車標，額外會給它的外車添加一個無鑰匙進入，這樣它可以走進車門解鎖，離開車3到5米自動落鎖，以及鎖車升窗。可以預約後尾箱開啟，沒有手機控車也可以升級一個手機控車。升級好還會再次檢測信號，信號頻率一切正常之後，才會給粉絲打包發回去。